阮是1号传承葡萄队。自我介绍你是谁？我叫柯维尼。维尼。我叫施新辉。新辉。我叫周武玲。我叫尤维林。威廉。哦，孙女，四位小朋友今日搁要来提宝藏，歹势歹势。卖歹势，恁来了拄拄啊好。阮拄好要试游戏啦。嘿，恁就负责摇，阮来负责形容。恁若通啊甲所有题目拢摇对，甲恁讲，直接遐金箍箍送互恁，一人一个。一人一个，无问题。哦，啊，伫时间内哦。好。你敢有法度？来，请一位，开始哦。杨讲哦。现在噶，来第一题。接你，啊，那会当问哦。搞。哦，厉害！来，你。两个你，伊海里会甲人加的，会甲人加。刷啥？刷啥？刷鱼。水。哦，对，来，几个你？啥呢？第一水底，哦，唔是水底，伊会飞，伊是天飞，啊伊有足，时间表，伊敢有足侪毛，造型是，对，无足大只的，时间到啊。答案是啥物物件？迄落鸟头鸟啊，鸟头鸟。对啊，天顶的背啊有足侪毛的啊。不是你拄有则，毛。你拄则搁讲伫咧水底。无，迄是我讲唔对去，我随改，我讲你天顶飞。哪呢啦？到底啥问题是因的问题吧？什么？伊当然是伊的问题。你哪有什么问题？对不对？你有智慧，台语搁好，搁缘投，对不对？你100分啊！你讲你才子啊？你无讲者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尊长头拄表现是不是100分100分啊！我感觉尊长吼，你真正有淡薄仔问题哦。你头拄讲话紧张，搁顿地，还搁浪费时间。我有问题，我顿地，我哪有问题？我哪有可能问题？我是哪尊长，我哪有可能问题？所有问题可能拢是别人的问题。别人问题。他们对话，我头先讲有问题，你讲。倒位问题，一个讲，你看哪伊讲伊出问题？讲甲无清楚。无清楚。啊，搁有无？说明拢唔对。说明唔对。我感觉阮的队员真正最勇敢的呢，老实讲出你倒位出问题，是安怎你拄则愿意讲出来？看伊安尼生气，惊伊会洗白头毛。干那不你这啊啦？哦，你是为着我好就对啊。是为着你好。啊，不过我头先听白大爷安尼讲嘛，对啊，伊嘛是感觉足鼓励我，讲我讲的拢讲袂歹啊。那是啦，我感觉白大兄拄则无讲实在话，真心话有当时啊听起来毋是好听话。啊，你第一个时间无法度接受，有可能嘛会互你接受起。啊，毋过这个时阵，你就较冷静。哦，冷静，我较冷静。好好啊听对好互你的建议，啊，你会去来接受，若是好的，咱就当接受。以后拄到这个代志，你就会当有正确判断，搁有正确选择。安尼听起来，我感觉真正有一寡问题。太阳队员歹势啦，头先对你遮尔啊歹。安尼，我敢会当甲你问一下，恁过去捌有参像我这种经验无？就是别人有互你一寡好的建议，啊，毋过你听了有感觉，曲毛一无啥好。无呢。无。哦，你拢足好的呢。若真正有拄到这款的状况，其实咱就是接受一寡好的建议，咱家己吸收入来，啊，做一寡改变，才袂阻碍到咱的进步。因今日互带来一寡真好的观念，咱就互因来提保障。是。啊，咱甲咱的代志做好，就是保障收落来。是。因尽量讲台一遍，安尼好唔好？对。来哦，准备好未？好啦。准备接招，现来卡。叫阮的名，即款是新鱼仔的挑战。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伸到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就甲我平较安呢。嘿，大家放下轻松的，咱来开讲一下。好啊。咱的科技真正是愈来愈发达。对啊。啊，恁敢会利用网络做啥物代志？看影片。看影片。听音乐。听音乐。听音乐。即马阁有迄什么
你会使，你若无啥物朋友，你会使甲这内底手机内底的人开讲。对啊，啊，手机来，对啊，你讲甲 AI 开讲啊？对，像你这种无朋友，你会使甲伊开讲。反正伊嘛无啥朋友啊。我跟你讲，你即摆头壳顶的是啥物字？恁敢知影？知影？知影？来，大声甲念出来，一个一个来。日日、星新、月月、日伊，嘿，无合嘴，伊。好，这念咪就是要甲恁考验的，安怎摕到大片？4题通摕到1片，8题通摕2片。来哦，现在看。一，哎呦，拎出来，拎出来。跳出来啦！我，哎呦，啊，甲头前一丝丝咯。看嘛，新，来，有啊。自动化对啦。我，哎呀，你还去甲头前加油，蔡叔啊！你，你，哇，较专心的哦。唱嘛，我，好，我非常的专心，水。你的。资料库哎呀，你，哎呀，高雄，哎呀，新，伊啊拢落了了啦。有啊，哇，哎呀，bonus 来了。尽量讲啊，哈？尽量讲。会晓无？会晓无？那边要 pass。哎呀，bonus 无去啊。我拢无食到哇，厉害，我拢接到。智慧哎呀，我上厉害啊，目前表现得真好。伊假期不是啥先生。哎呦，滴滴。开始，来，新，哎呦，你看观点数看卖甲下骹应该有变做头会会接啥？冰是啥？这是啥？讲话头在什么？什么？好，滴滴。拜托的，你俩接到，你，你就是你啊，你啦，啊，你拢无食到吼，无鱼啊，不要。咱的啊， bonus 无摕到，真正有淡薄仔可惜。无菜。来，你念看卖，大声甲念出来。你看迄个台语拼音，你知影是啥无？机器人对啦，机机器人，机器人。后第这安怎念？丁色，定丁色。这有较困难啦，因为要写丁色，其实是一个难度真悬的一个工作。对。好，个头先讲话头知什么？喂，就是你敢若讲一个话头，伊就知影一大堆物件。对啊。哎，知影无？你若是讲到非常了不起，哦，伊可能就通啊甲你讲，哇，内面有啥物主持人，啊，即个因透过耍游戏来学台语，安尼讲一个话头就知话尾，大概是这个意思，知影无？对。好水啦！啊，想袂到头先第一届咧，哎，真正第一届。第一第一届，届无人。无半地对，因着3鱼题，仔传伤少啊啦，是伤少，是，是因神的功力较无遐好啦。我紧，后一关继续拼。收起来，莫想欢喜，加油哦！第一关虽然无摕到半片，后一关尽量甲拼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总讲一句，两个人甲动物看转去因厝的，另外2位就会当看题目做句，伫网仔夹起来进前，看你会当完成几题。要摕宝藏，绝对毋是戆人想的遐尔简单。哇！哇，这关就趣味啊啦！甲动物赶转去，啊做句就好啊。啊，你是对倒位来？中华大川中华大川。啊，遐个名产是啥物物件？葡萄葡萄哦，就亲像恁的对名共款。嘿哦哟，葡萄。啊，葡萄是啥物品种？还是恁厝的敢有伫种？龙无拢无。啊，恁家己有爱食无？爱爱食。是迄种紫色迄种的嘛？紫色啊，是迄落青色的。紫色的紫色的，紫色较济。啊，甜度有足甜无？有哦。哦哟，哎呦，啊，这关就是吼，简单轻松算，时间嘛是有
有限的哦。安怎摕到大片？就是2题，通啊摕1题，3题摕2题。这关希望你2题拢摕落来哦，请就位。好，来家。时间要注意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开始。来，可以。手摇较悬的哦，伊才飞起来哦。跳也那我伊的厝就爱较轻的，较莫过头哦。那我伊的厝，哎，可以跳过吗？那我伊的厝，我的厝。那如阮伊的厝，哦，耶！来加讲，什么叫是什么？看迄个查某，我叫是伊是阮妈妈。哎呀，水啊！继续哇，迄个查某，那我要讲用着把哦。对啊哦，我叫是伊是阮妈妈。你要去对阿五啊？嘿嘿嘿嘿！哎呀哎呀！哎呀，安我来好，讲，下个行吧不？顶起来，行起行起。一个人，一个人，一个人，一个人。阿五啊，即马头顶啊下过哦。会当一个人去下头吼，你个即马接起来。OK 了。行吧。有来请讲。唔管是也是，不管是水果也是饼，我拢爱食。哎呀，袂样的哦。时间无咧等人的，时间要注意哦。无咧等人的无哦。7分钟的时间，到底一只阿米啊，我都恁赶转去无？当然是无可能的，我嘛感觉无可能，因为我有训练过。我唔对。加油哦！还袂好，还袂好。哎，较等者，即摆是第几关？即马第二关。第二关哦。啊！甘蔗甲盐，甘蔗甲盐，紧的哦。伊伫甘蔗汁内底食加盐。伊伫咧甘蔗汁内底加盐对。哎，时间出，哇！够2秒。想要到伫个上尾2秒，见互伊入去。立起，袂歹哦。讲出来。咱这个运动甲精神，互恁家己一个破声。袂歹，恁无放弃，安尼就对啊。啊，咱即摆来复习咱头先的造句，叫是啥？就是抓准，就是以为，咱华语的以为。来，搁试看卖有别句无？我叫是，伊是我的爸爸。啊，结果，你是我的阿公。啊，其他人要试看卖无？叫是。我叫是杨喜腾。哎呀，水袂歹，标准诶。对我叫是也毋是糖，有当时会揽唔到去。哇，真正互恁拼到3题拢过，摕2题大片啊！来啊，请摕。来，第2题。嘿，第2题。围殴甲文班来，请答起你。好，来。好。哇，即摆心情有放较轻松啊，已经摕到2题啊，有无？有较轻松啊。有。对啊，同起码有2题，有摕宝藏的机会。加油哦，过一关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啥人无同款？这关，互恁来到阮的尊元对战，一人抽一张题目，其中有一个人的题目会甲别人无同，虽然形容家己的题目了后，最后把迄个无同款的人掠出来，嘿嘿，含嫌对，恁讲有阮这干巧啊？我是讲，恁讲有阮这巧啦。哦，啥人无共款？哇，每一届拢足期待这关出来。啊，恁是这个排位头先是有算过啊？敢有？有小可掠位就对啊。诶，排第4位，算知影足侪算数的。对，我甲因讲啊，因讲因无爱，安啊，尼因对咱袂歹的，我就弹掉，咱就趁着我要秀起来。咱甲这分收起来。啊，安怎摕到大片？就是恁爱赢超过2分摕2题，赢1分摕1题。咱先偷看一下题目。吼，这真彩哦！来，互恁家己拣。来，我先对这开始，你要得一张。好，袂使后边仔看到哦。想家己边仔人看，爱想要看哦。即摆先看。来，对，来，这一张。来，甲插起哩，看好了，甲插起哩。哎呦，生活
我先对这开始，你要得一张。好，袂使后边仔看到哦。想家己边仔我看，想要看哦。即摆先看。来，对，来，这一张。好，来，甲插起你，看好了，甲插起你。哎呦，嘿，有哦。好，今嘛看现啊，第一轮第一位请讲。伊看起来亲像一个人，伊看起来亲像一个人。对啊对啊，哎，对哦，看起来亲像一个人哦。第二位请讲。伊身躯顶悬有足侪毛的，伊身躯顶悬有足侪毛的。足侪毛哦。哦，来第三位请讲。伊有摕一支棍仔，伊有摕一支棍啊，棍啊是棍啊。棍啊哦。好，来，第四位请讲。滚啊，去甲海玲王姐。棍啊是甲海玲王笑的。是哦，伊是互甲海里唱的，用唱的啊，用唱的啊。第一位讲的是，伊看起来亲像是一个人。对哦，第二位讲的，伊讲伊身躯有真侪毛。第三位讲的是，伊有摕一支棍啊。第四位讲的，伊讲迄支棍啊是对海玲王遐摕过来。对，第二轮第一位小朋友，请讲。伊看起来足肥的，伊看起来足肥的，看起来足肥的看起来足哦。肥的，好。哎呀，你方法嘛袂歹哦。第二位，请讲。伊是一只狗，你是一只狗。你简单啦。哇！哎呀，你这个方式嘛袂歹咧。第三位，请讲。伊捌互压伫一座山下边，伊捌互人缀伫一座山的下边。对，哎呦，哦，对碟山的。上尾一位，请讲。舒服念经头会疼。哎呦，专业的。对对对，哎，这讲真师傅真呢。念经头会疼，就亲像队长念经我会疼。我就要谢谢你咧。对，赶快。第一轮、第二轮，第一位讲的是伊看起来亲像一个一人，个人，看起来真肥。对。第二位讲的是身躯真侪毛足，侪毛，伊是一只狗。一只狗哦。第三位，伊有一支棍仔，啊，互人压伫山的下好，上尾一位讲的是，伊棍仔是对海玲王遐抢来对的，，唱来的。啊，师傅念经头会疼。哎呀，好，我讲色人无共款的时阵，恁就甲你想要选的迄个人，甲打出来，好，准备好哦。色人无共款。啊！这伤明显。太明显啦！来，有三个人是孙悟空，好，敢若一个人是猪八戒，什么人是猪八戒？请举手。嘿嘿对，心灰。哦，真厉害，但拢有约到呢。来，咱威玲，你是安怎伫倒一轮发现呢？伊讲伊足肥的，伊足肥的时阵，哦，对啊，孙悟空是瘦的，闪闪啊，啊，足溜咧啊，足活骨的，对无？啊，武玲你咧，你伫什么时阵发现的？嘛是伫第二轮，嘛是你第二轮，嘛是共款迄个事发现的啊。嗯，肥的足明显。咱搁转来问心辉，你伫什么时阵知影你家己甲人无共款？第二轮，第二轮，第一轮拢感觉差不多，对不对？拢无线数。哦，所以你听到伊讲伊有一支棍仔的时阵，你嘛无发现，因为猪八戒是咧铁白，对，不是棍啊。也棍仔。哦，啊，白大黑，嘿，你第四位，你应该听得足清楚，知影讲因头前是你。毋是我之前拢有算过嘛，我想讲哦，家己蹦出来，三个拢蹦出来，是讲啊，就是无共款，我无想到，我会当安尼甲因。对，你应该甲了乱啦，因为你拢知影，什么人是猪八戒，什么人是孙悟空，什么人甲你共款，对搭一个无共款，所以你爱甲了乱讲，互因当做你是猪八戒。我知影，对，后一组的探险队员，我以后会了乱啊。对，就是爱甲了乱。亲像你的时阵，你就使讲，孙悟空甲猪八戒的共同的点就是，因有当初要去西方取经。出经。哦，好，哦，好，
好，来看卖啊，恁的分数是阮1分，啊恁共阮3分，赢2分，通摕2块大片。来，请摕。你家摕2块哦后一届咱就知影啦。好，啊，你家到后壁拢会用哦。耍杯啊！耍咩啊？好，一半的机会，敢有机会摕到宝藏呢？现在个大川，真好一个葡萄，哦，幸福的葡萄队，敢有机会摕到宝藏呢？啊，是武林代表要来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你有讨论过无？敢有想要耍位咧？这个就上面好了。乌昂层，去你。哎呦，啊，敢我有？你若是你看，这浪旁啊，这贵啊，这浪旁个贵。维尼，你想要耍你就耍，哎呦，啊，其他要耍无？好，就安尼。哎呦，哎呦，梅花座，有够紧张的啊！这上困难，好啊，这不是叫做不是大好就是大歹。对，有淡薄紧张无？来唱海海，放轻松，啊是伊要背恁海啥？都会该加油，好，做伙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！爱背超过1空才有准算哦。有人手甲扛起你，黑车，好，到底啊，较大力了哦吼。幸福的葡萄队敢摕到宝藏呢？请背。哎呦，哎呦，有无？有啊有啊。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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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笑啦！到对来接收仔。差一丝啊！伊头前若是啊，你停咧遮落啊，安尼过个啊，有淡薄仔出力，还是可惜哦。啊，毋过哦，阮这非常特殊的金箍箍，非常了不起，特有的，送互你是。做纪念，非常的水，袂歹吼。嗯，金光闪闪吼，对。虽然无摕到宝藏，可能会有淡薄仔郁卒，啊，毋过袂要紧。你今日参与落来，心情啥款？就欢喜，欢喜，欢喜，欢喜。欢喜。淡薄仔紧张。有淡薄仔紧张，啊，毋过袂要紧，后摆还有挑战的机会，是啊一届一定会比一届更较进步，你讲对唔对？对。继续讲台语，教义台语，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哇！